今天我们在海基省啊，花3000块钱直接拿下当年落地27万的车啊！这件事直接上镜头。哪個中間對幾多2000你等你他媽的你來呢？我給你，你個那本事，搞衰老他媽的，笨子。就是那個報廢咯喎，幫你消湖真係咁子咯。電動座椅都有的喎，還有個 Sony 的這個音響喎。倒模方向盤。還有那個兄弟啊，有車就停在家裏面，沒有車位的，或者小區裏沒有車位，電瓶又爛，發動機又爛，修沒到那種哦，或者是有事故的，已經沒有辦法開得走的，可以嚟我正規銷戶啊，正規報廢，開報廢證明的。還有那個兄弟有買車的，記得嚟我，上到奔馳寶馬，下到飛動藍鐵，全部收完啊！